琪老师还可以来带领我们哈，这个让我们不要这个你 Coco 今天就要讲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我们的身体真的很重要。哎，除了我们的身体要动一动音乐牧师希望我们的心情也能够动一动好不好哈？我们可以把我们心里那个可能不是那么舒服的或者是我们高兴的事情也可以来告诉人哈。大家知道吗？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有一个产生一个30岁的这个亿万富翁，对吗？大家有 follow 到吗？大家有买乐透吗？有买好，哎，对，在你们三峡哎。可是不是我，他是30岁我。你18号。好，那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把镜头来打开，我们可以来一个心情的 check in 好吗？就是我们让我们的心情可以来做一个核对，这个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尤其心理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不见得你有机会说出来但是你可以来表达出来这是很重要的好，那如果等一下音乐牧师一样我们来看一下，记得吗？我们是那个高兴的话请问我们高兴的话要怎样？笑脸好不好捧高面嘛好，我们可以笑脸那我们如果难过呢、生气呢，手就爱插起来安尼你哪看我插起来就知影手就生气难过呢，哭那害怕呢我们是不是害怕呢？好，来，那我们来表达一下我们的情绪好吗？此时此刻，现在现在你进来刚刚进来的时候，进来这个 room 的时候，你是高兴还是生气？我羞花 keep 这样有点生气，然后有点难过呢，有点害怕。好，请表示喜怒哀乐，表示噔噔。看看呢我们的老师好可爱老师笑得好可爱我要请你如果先不讲话，先把镜头先把那个麦克风先关掉一下，不然好像有那个是不是有吹电风扇的声音？好像是电风扇会有那个声音，对不对？对。你是先把那个麦克风先关掉一下。对，关了。你还对，谢谢哇，这个电风扇很强，你知道吗？因为你家麦克风可能你的麦克风很好好，请问刚才有人跟我一样是 keep up 的吗？没有没有人是生气的只有我是生气 keep up 吗？好，来，我来分享一下我在气什么呢？我在气我自己耶我在气我自己怎么我跟老师两个可能不对频老师只要开麦克风我就会被老师电到好，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因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不够好因为我在设计那个礼拜天儿童的教案，我已经改了第4版了从昨天一直改到今天第4版了。我觉得怎么样才够让国小1年级、2年级、3年级、4年级、5年级、6年级都很满意的我就发现我自己这个心没办法定没办法设计一个适合所有的人所以我有点生气我自己结果刚刚我先去那个儿童的这个科学营，跟他们玩一玩以后，这心情就有一点开了刚刚运动一下好像又把那些气好像又给他这个。刚刚把它摇掉了，你知道所以很好我们运动一下可以把我们的心情可以摇掉你会问意念牧师说，牧师，那我的好心情摇一摇，运动会不会被摇掉？会不会像雅欣姐刚刚这样动就摇掉了奇珍你说不会，可不可以请你开麦克风？什么原因不会？
要不要开麦克风？说不要啊，好，不能开上。好，有没有人要说一说什么原因运动生气的摇一摇会摇到？可是我高兴的事情摇一摇不会摇掉，还会摇更多，很奇妙哦。好，这就是欢喜的事情跟别人分享。透过我们动起来，我们会让我们自己更多，大家都看这样，知道吗？哈，越搅越多哈。但是啊，这个不好的事情，上帝创造人的身体就是很奇妙，你只要动一动，它就会把这些甩掉哈。过去10几年，玉念牧师，只要遇到困难的事情，特别是让我伤脑筋的事情啊。生气的事情、不准的事情，甚至没有办法表达的时候，你就会去游泳。因为我很想打人，不能打人，对不对？可我可以打水的，很妙我一游泳一下去，然后我就不会起来哦。不会起来不是就沉在里面。我的意思是说，我一下去以后，我就来回，我就很气，然后游更快。来回40分钟、20分钟500，所以1000就是40分钟。很妙，起来以后就不那么生气。刚刚气什么，甚至还忘记了。所以其实生气也很怪的忧虑、难过，怎么在游泳的时候，好像就会有就有那个。好像脑筋会醒来，很妙，就常常有时候很多的那个想法就跑进来了所以我们邀请大家如果可以，如果你1个礼拜都没有人陪你做运动，就这个时间，我们跟雅琴姐一起来做。它这个运动是预防失智失能的它是有证照预防失智失能的好不好好，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要把时间给我们的光福长老。我们的光福校长在哪里？我们可以好，因为时间好像还有好几分钟了那当然还是先介绍我们的桃心宴，就是我们教会的现在改名称叫做联心国际的桃心婚宴这个美女治疗师她不止国语华语会，而且还会台语那么年轻，在北部的是不简单，所以你看他的题目是运动缓解肩颈那顶扣扣的是顶扣扣啦台语叫顶扣扣我想这个是非常好，对我们一些有年纪的当然年轻人也一样就舒缓我们的肩颈这部分，我是认为对我们的帮助一定会非常大要非常谢谢他在我们的教会后面而已我们做礼拜或是来教会，如果我们的肩颈什么地方有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先预约了如果不用的话马上就找去跟李小姐李物理治疗师李文佳来请她来帮我们按摩一下，或者告诉我们要怎么做，机器要怎么做。我想李物理治疗师一定都会很乐意的来帮忙我们。是不是我们如果去到你那边的话，跟你报告一下说我是松联大学的，是不是你能够来就是不是免费不可能嘛，就是说都给我们一些的建议，或是都给我们一些方便这额外的你到这边要跟你请求的我想谢谢那个李小姐来我们这边好，那所以光福长老你还有事情，我本来想说请你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吗？请你还是光福长老，我们可以稍微简单调查一下好不好？就是说我刚刚也在那个我们的科学营有调查，就是说大家接下来防疫如果还蛮顺的，大家比较喜欢是线上还是比较会愿意到实体？可不可以让大家表达一下 ？OK， 了解一下好吗？好，因为正好有一点时间。现在是疫情，好像你看到9月6号，所以应该是不容易了
我们是希望说配合整个社区在教会整个一个活动目前政府都还没有一个宣示，所以实体的部分实际上我们也在询问老师当然实体大家是很想要来的如果实体来的话，我们还是要分隔的比较多一点，就是分散一点，让学生能够安心的在这边来上课了当然呢，我们也有考虑到说，除了实体的上课以外呢，我们也考虑到说，语文班、日文跟英文都会开放，最起码我们试设2个，一个就是日文跟英文都也可以用线上的如果实体开放是最好的没有开放的话，就是说我们还会同步的在这边进行当然我们的现在目前的这个方式就是礼拜3的讲座的部分有实体的，如果有开放用实体，没有开放的话，我们会请我们优秀的讲座呢来我们线上来这边跟我们讲如果说像运动的部分呢，也会跟雅琴姐一样，实际上我早上真的是很少运动，我都是去散步了我很喜欢雅琴姐早上这个运动，因为我是吹电风扇，我没有吹冷气，还是会流汗，要谢谢她，所以我是认为一定要运动了因为运动像我有时候去爬山，爬完山以后，我那天晚上不用起来尿尿，就睡到因为男生嘛，上了年纪以后可能会上1次2次嘛，我说好棒我爬完尿喝水以后，怎么都不用上来，哇，意思是所以很棒在这边就有运动了那我想我们要来请刘牧师是不是可以再补充？那我们可不可以把镜头打开如果你镜头不能打开没关系，你就在留言区我请问大家你如果觉得说如果有实体，你愿意实体的，你就可以给我那个布，就是布，剪刀石头布的布。那你如果觉得我要线上，我宁愿我比较觉得我比较线上比较安全，请你给我石头，我大概了解一下，我来调查一下好吗？把镜头打开把镜头打开。如果你希望如果有实体可以的就布，然后你希望是线上就石头那请我们同工可不可以照相一下，我了解一下大家你希望是实体的，就是一定是防疫可以的你希望是线上的，请你就是石头就比在镜头前，让我了解一下好吗？好，请表示。同工可以帮忙吗？请表示在镜头前让我看一下好吗？请同工帮忙截图好吗 ？OK， 好，请放下。还有现在那个另外一个我们关怀据点政府它是这样，你需要有打2剂，而且已经14天的，请问你已经打2剂又14天的，可不可以在镜头前举一下布，让我了解一下？都很少你已经打2剂，又已经满14天了。所以有几位同工可以帮我看一下吗？好，这样我了解。好，那目前的话我跟大家来报告一下我时间到了就是政府它是需要申请的，申请呢它是要列名册，名册要有多少人已经打2剂又是14天的那你来上课的时候你是需要带那个网卡不是说我说口说不算这个我们才能够让你进入到这个，目前是这样的好，那没关系，那我想我们持续再了解也请你可以把你的意见写在留言板上。好，那请把时间交给关部长来。好时间应该31分钟开始了有很多人坐下来等我们的李美女物理治疗师，我们拍手鼓掌刘佳，谢谢领奖，送人奖，谢谢。大家好，这样子听得到我的声音吗？有，可以。那我们就要开始了。好，谢谢。那老师，请问一下，有回音好严重的回音。
哦，回音很重是吗？嘿，就听了耳朵很不舒服。请问有麦克风或者是耳机吗？就是有没有耳机？因为我们是用句点的。等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是用那个句点的支架，那稍等一下哦，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有开？如果你开2个载具也不这样哦，另外一个载具要关掉。那我先关掉。那我们其他的同学，请把那个麦克风都把它关静音，这样才不会影响。谢谢。维明你好，很久没有看到你啦，维明。文明说没有听到。哎，好。他有看到。哎，知道。又看到方怡啊，方怡、文明、方怡夫，哎，好棒哦，看到你们好棒哦。哎，你好，你好。好，你们好。直接对着这边说话，这样子可以吗？听得到吗？我试看这个，对，开，对 ，OK， 好，这样子大家可以听得到我说话吗？可以。OK， 可以听得到。可以哈。好，谢谢。那我们准备要开始喽。那我们呢，这个主题是要来讲说我们的肩颈常常会觉得很僵硬、顶扣扣的感觉。那我们提供一些运动跟一些相关的建议去给大家，那大家比较可以去避免这样的问题。那我的台语，我盖搞共，所以我会尽量然后表达，然后如果大家会觉得听不太懂的话，也可以就是举手跟我说这样子。好，那我是桃心分院的物理治疗师，我叫吕敏佳。那个刚刚我们的长老有说到就是就医的状况，那如果大家会觉得我们肩颈会不舒服，然后会有手麻等等的情形，那觉得好像一直都改善不了，可以去我们的桃心医院看保健科医师，看复健科医师，然后去转介给我们，我们会再做进一步的治疗，让医生看一下，过给我们老师来看卖安尼哈。好，来，那我们就下一页了哦。稍等我一下哈，看那个 PPT 啊，就是没有办法按下一页，要从这边哦，好，这样哦，好，所以我可能就是要从这边按，然后再回到那个视窗这样子，就可能回不到视窗。哦，回不到视窗，解这个。哦。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简单的讲一下目录哈。那前面会有一些简介，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可能造成的原因，大家可以去避免。然后，所以我们知道了原因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避免这件事情，我们就比较不会觉得生顶扣扣安呢。好，那再来就是预防的部分，还有我们可以提供一些运动的相关的部分。好，那我们再接下来下一页喽。那就是大家就是可能会，其实现在的生活形态啊，大家可能常常会滑手机看电脑、看电视安呢所以我们的肩膀这边都呈现的就是不良的姿势下，我们就会觉得肩颈酸痛僵硬。那我们等一下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造型这肩颈顶扣扣安呢啦？那我们的肩颈酸痛呢？我们维持一个姿势太久，坐休久还是拢无运动安呢，所以就会很容易有僵硬，然后按酸酸，手会麻痛安呢。像刚刚那个我们的长老，那我们就是有去习惯去运动，这个就很好，那会让我们的血液循环会变得比较流通，不会长期堆积在同一个部位上，会让我们的就是酸痛会比较就是堆积在同一个部位，或是肌肉一直拉长在一个位置上面的话，会容易让它很紧绷，弹性不佳，柔软度不好。
这样子。好，那如果说我们一直都忽略这件事情啊，可能敲一敲，然后敲一敲，然后就继续看手机啊呢，我们就很容易就是让症状变严重啊，让我们的昂棍骨头受伤，椎间盘突出，大家可能会有听过，这可能都是后续会可能导致的问题。那所以我们甚至会有可能会有头会戆戆、头会痛安尼症状安尼啊，如果我们的手啊会无力，手会袂当提物件提足重的，啊是你的手的肩膀会较细安尼，可无力安尼，手会麻麻的，就是就困扰好，那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来避免一下好，那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如果我们压力很大，或是心里容易比较紧张、比较容易焦虑的人呢，是就是比较容易造成我们的容易耸肩，然后如果让肌肉变得紧绷，都是有可能的。或是呢，你在家里担任一个比较负担比较大的角色，比如说你可能要操持家务，要做很多的家事。可能都会对，就是做起家事的时候，就是会容易导致就是我们的肩颈酸痛。那刚刚我有看到有人有举手那想问一下，是有问题想要询问吗？还是如果有疑问的话，因为我刚刚看到这边有人就是有举起了手，但是我可能就是看不到很完整的，就是大家所有人的画面。如果等一下我们会开放一个就是问问题的时间，那大家可以把自己想问的问题记下来。那记下来之后，我们最后有一个发问的时间，大家都可以尽情的发问好，那我们呢，平常如果你担任一个妈妈的角色，或是家里爸爸支撑家里的很辛苦的角色，或是平常有家务非常辛苦的，或是工作非常辛劳的人，紧张都有可能会导致肩颈酸痛，这是很常出现的一个症状那再来就是，如果我们常常姿势不良，比如说头部前倾，这边前面有讲到头部前倾，我们就会这样子往前仰，像是一个很重的东西吊在前面这样子会很容易让我们的颈椎负担很大。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长时间一直定在一个位置，比如说我们这个是我们的椅子坐在这边一直调估这样也容易让我们的位置不好好，那再来就是我们一直做同一个动作，比如说我们一直要拿东西，一直要举手，一直要拿东西，拿很重的东西拿下来，或是从地上拿起来都会觉得这边过度使用的时候也会有过度疲劳的慢性发炎好，那再来一个就是工作环境的设计不良，比如说呢，你是一个常常用电脑的人，那如果这个桌子太高或是太低的话，我们的身体要去配合那个电脑，就是会导致我们的身体组织的位置的不好，所以就是会让我们肩颈酸痛。好，那刚刚还有说工作压力跟时间压力也会造成。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页好，那我们来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会比较常讲到的姿势不良的话呢，我们使用电脑、手机，像我们那个中间出现的 NG 的图，那出现常常低头、头部前倾，那就会导致我们颈椎本来妈妈生给我们的好的颈椎是有自然的弯曲的角度的，但是如果我们长期后天的使用，呈现一个像是图中 NG 的状态的话，就会让我们妈妈给我们的很好的角度慢慢的不见了，所以这就是很可惜的事情，因为这个本来自然的角度就可以很好的支撑我们重重的头，那我们重重的头一旦下面的支撑的位置撑得不好的时候，它的力学就会不佳，所以就导致肌肉就会觉得平常就很辛苦，就要维持住你这个重重的头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后面的后背，那我们可以发现有些人走在路上，我们的背会呈现一个圆圆的状态，或是我们后面的那个肩胛骨，我们两片的肩胛骨会浮起来，所以大家有时候可以请家人帮忙看看我们的后背肩胛骨有没有那个凸起来的角角。那个凸出来，我们摸起来好像怪怪的凸起来的，就表示我们平常姿势不良，有可能就导致肩胛骨
飞起来安呢，我们平常会说像个翅膀一样啊，飞起来安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不太好的现象所以大家可以多多注意，就表示我们的背的肌肉已经被过度的拉长，然后甚至是没有力气的状态。我们可以看看大家正常的背呢，应该是肩胛骨很好的贴在我们的背的上面，所以摸起来应该是很好的紧实的贴着的，这是很好的所以大家可以互相的帮对方检查看看，或是请家人帮忙看看。那如果觉得好像异常有点明显了，也可以寻求医生的帮助，或是等一下进行下列的运动来尝试看看对，好，那我们呢再下一页咯。那刚刚还有说容易紧张或是情绪比较焦虑的人，我们拿皮肤呢以下这边都有一些的筋膜，那我们在情绪压力比较高涨的时候，激素会影响我们全身的身体，那不只是肩颈也有可能是下背，所以全身的筋膜会呈现一个自动紧缩的状态，这是人的生理反应的一个机制。那所以它会不自觉收缩的时候，它会慢慢的失去弹性。对，因为正常你看呢，我们可以很健康的抬起来放下来，抬起来放下来，很健康。那如果我们变成一直长期的位置不好的时候呢，它就硬掉了，它就顶扣扣安呢，所以我们就会变成就是容易变成酸痛，它会变成没有办法很好的血液循环跟很好的柔软度，所以就会酸痛就会出现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有些人有曾经拉伤过，就又丢安呢我们如果曾经有受伤过，那没有好好的处理，是身为我们的旧伤、扭伤的话，过度使用的人呢，或是比如说有些人棒球投手对不我们看球的时阵又丢安呢所以我们这边会觉得有拉到之后没有处理的话，有可能就导致慢性的发炎或僵硬。受伤在这边很硬，然后进而导致我们的脊椎我们的背都会开始跟着紧绷了起来。好，那再来就是大家很常听到一个叫做骨刺的东西，那这边想要来跟大家宣导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的身上其实都有骨刺所以其实不用太担心，听到比如说医生跟你说你好像看到有骨刺，其实我会遇到蛮多病人跟我说很紧张怎么办？有骨刺了，谁骨起安诺那可是要跟大家说一件事，生骨刺并不是一件非常非常就是很严重很非常万劫不复的事情，它其实呢，每一个人身上多半都有骨刺，像我这么就是可能年纪比较轻，也可能会有骨刺只要我们的肌肉一直长期的在一块骨头上面一直过度的拉，它就会引申在那边生出了个骨刺。那为什么有些人有骨刺却没有感觉，有些人有骨刺却有感觉呢？就表示有些人的骨刺刚好生在会刺到神经或是有软骨的地方，就会影响到那边的组织，比如说神经是一个会有产生麻麻的感觉，就是我们产生传递的感觉的时候，都会透过我们的神经。那如果我们的骨刺刚好戳到了神经的话，大家还听得清楚吗？因为这边有点显示网络没有很稳定，听得清楚还可以吗？可以，那我们可以很清楚。很清楚，好，谢谢，谢谢。好，那我们就继续咯。那我们呢，骨刺如果刚好生在戳到神经的地方，或是就是进而导致周围的地方，比如说软骨有磨损的时候，有些人就会开始有症状出现了。所以有些人其实是有生骨刺，但不知道；有些人是生了骨刺，然后是有症状才发现他可能是弄到了椎间盘。让它就是弄到椎间盘，然后影响到神经的时候，那个脚麻或是手麻慢慢出现，或是影响到生活的时候，你可能会去就医。但想跟大家讲一件事，如果我们遇到骨刺的时候，不要慌张，我们其实改善生活习惯，然后让我们好，稍等一下好，那我看到了另外一个画面，稍等一下好，稍等我一下我看一下等一下我处理一下。好，稍等一下
因为我的画面突然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我没有看到。他说刚还有吗刚我听到说要处理你现在画面还在吗？哦，有，现在有画面了。好的，好，好的，谢谢，谢谢。好，那我们继续讲刚刚骨刺的部分。所以大家遇到骨刺的时候不用太紧张。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寻求我们的复健的治疗。那第二个就是日常生活的改变，像等一下我们后面讲的是很重要的哦。比如说呢，我们一直往前倾，然后后面的肌肉啊太紧了，对不对？然后一直拉到骨头，一直拉到骨头，会让我们的脊椎旁边的骨质，长出了新的小小的骨头，那就会久而久之可能变成一个生出来的骨质的话，就会变成骨刺，所以就是有可能会影响到周边的组织，进而可能会有肌肉啊、神经等等被影响。当然是希望不要有骨刺最好，但是我们随着年纪增长的时候，是渐渐有可能会有退化性的骨刺出现的，或是退化性的神经病变出现的。所以请大家就是遇到如果开始有症状的时候，如果真的影响到你的生活，你要去就医。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讲，还有运动的部分是很重要的哦。我们会让我们骨刺的情形不要再恶化下去，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继续下一章了哦。好，那我们刚刚说，我们如果椎间盘突出，刚刚讲到骨刺嘛，那椎间盘突出就是我们人啊一直往前呈现一个前倾的状态的时候，椎间盘有可能会往后跑到后面去压到我们那个中央的那个神经，所以压到了神经之后，就开始有酸痛跟麻痛无力。所以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上肢的手指到沿的前臂这边都开始有一点麻麻的，或是觉得那个酸痛或是没有力气的情形很明显，越来越明显的时候，记得大家还是要去寻求医疗的协助，因为就是有些人可能忽略这个症状，就一直让它一直很严重很严重的下去，那让那个椎间盘的往后跑就越来越明显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不太好的情形哦，请大家再多多注意这样子。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咯。老师，你帮我那个画面再我们先重新分享一次。老师，你帮我画面重新再分享一次，因为有同学反映看不到 PPT。是看不到 PPT 是不是？对，画面再分享一次。上一张画面吗？我问一下同学有看到 PPT 吗？有，我们都有看到 PPT。好 ，OK。我没有都可以看得到吗？不见了，我的 PPT 不见了。你的不见了呀。同学可以选 PPT 的那个画面，可能已经是缩小，不是不见。然后讲师再分享一次 PPT 它会自动跳选出来，可以吗？那我再分享一次是不是？好啊，我看，其实我不太知道怎么分享，我看一下。因为刚刚有同学有干扰，所以那个 PPT 就被吸收掉。要再一次。它不会被吸收掉，它只是跑到别的地方再找一下。对，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对，可以。好哦，谢谢。好，谢谢老师。不好意思，谢谢。好，那我们可以继续咯。好，那我们这一章的话，大家刚刚是没有看到吗？就是没有看到内容吗？还是那我在这边简要的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呢，大家可以把这张，如果来不及的人可以把它拍起来，或是用别的方式，可能稍微记录一下。我在这边停留一下下好了。对，那我可以在这个时候先跟大家简要的讲一下我们刚刚说的情绪跟压力会导致这个人的肌肉会不自主的收缩，筋膜会变得紧缩，对，所以会让我们的肩颈酸痛就容易出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曾经有做，比如说我们去运动的不良的姿势的时候，或是做运动的时候，过度猛烈的状况下会有拉伤跟扭伤，或是呢暖身运动做不足够这是一个补充暖身运动如果做不足够的人是很容易拉伤跟扭伤的，所以我们等一下后面教的东西大家可以当做一个暖身运动或是正式的运动也都可以哦。好，那再来就是刚刚有花一点时间在讲骨刺的部分，就是呢
我们的不当的姿势，或是肌肉呈现太紧绷的时候，拉住我们的骨头，骨头在连接肌肉的地方会渐渐长出小小的骨质增生，就会是我们可能去照 X 光看到，你可能生骨刺了这样。但是有些人的骨刺没有影响到，就是他的生活，就是没有出现症状，那就还好，其实就不用到特别紧张。但是我们要必须改善我们的生活习惯是很重要的，因为导致他不要再继续恶化下去。那如果已经出现症状的人呢，请记得要就是去求医，像刚刚我们有说的，上肢就持续的酸痛、麻，然后痛，或是没有力气，发现力气好像比以前更少了，或是以前拿得起来的东西怎么现在拿不起来了，那就是我们可能有的警讯要注意一下。好，那我们要前进到第二个内容咯，下一个 PPT 了。那如果等一下大家可以就是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拿一张纸写下来，或是呢你可以把这张 PPT 的标题写下来。那等一下可以发问的时候可以说我想要再看一下什么什么 PPT， 那我可以再额外讲解一下这样子。好，那我们要准备移动到下一章了哦。好，那我们先来从姿势这个部分跟我们平常的一些设备的部分来跟大家做讲解。PPT 可以看得到哈，都可以。那我们就继续咯。好，没有也可以提出来哈。好，那我们就继续了哈。好，第一个就是呢，我们的桌子的高度要就是我们的桌子的高度要注意哈。那我们呢，大概是我们抬头挺胸坐的时候上一张 PPT 要拍一下是不是？好，那这样哦，稍等我一下。请问是有2个人的有一个 NG 的那一张对不对？好，这一张好，那我停留一下哦。那想拍的人也可以拍一下，因为刚刚有就是同学提出说想要拍一下这张 PPT 的图片这样子。好，我们稍停留一下。好，大家也可以再看一下内容哦。那我们 OK 了，那个同学 OK 了哈。好，那我们要继续往下喽。截图比较快。请说。我看一下下一页哦。好，那我们回到这一 PPT。那如果觉得我讲很快的话，我可以放慢一下速度哈。对，因为刚刚好像有反映说我讲的有一点快。好，那我讲慢一点哦。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一张 PPT。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图哦。我们第一个有1、2、3的部分，对不对？好，秀慧吗？秀慧，请问就是有想要发问吗？那秀慧，如果这边没有提到的话，也可以，就是我们可以先记录在一张纸上面，等一下我们会一一的为大家就是解答这样子。好，谢谢你哦。好，那我们来一个如何预防肩颈酸痛的这张图。好，那第一个就是呢，我们坐椅子的时候，我们要坐到椅子的最后面。然后呢，如果能够有支撑我们的背的话，比如说，你坐到椅子最后面，但是有一点空隙，你可以放一个类似枕头放在我们的身体的后面，让我们的身体呈现跟脚的夹角呈现90度的位置。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脚呢，不要悬空哦。我们咱的脚袂当放在头骹。打好，安内好，我们不要翘脚，翘脚会让我们的骨盆呈现一个不平的姿态，骨盆会变成一高一低的哦，这样子会导致后面会非常多的问题，那甚至有颈椎侧弯等等的问题出现。那再来就是呢，我们的桌子的高度啊，
大概在我们的肋骨下缘的地方，差不多腹部的这个位置。对，那我们的手肘呢，可以很自然的平放在我们的桌上，让我们的桌上呢，我们的手肘的角度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手肘呈现一个90度的角度，那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姿势，这样子。那我们的显示器呀，就是我们要面向脸的位置，可以看到3有一个画圈圈的地方。显示器的话要面向我们的脸，不要过度的倾斜哦，过度的倾斜就会变成就会发现我从镜头里面消失了。那个镜头我们的荧幕要注意，就有点像是我们的视讯正对脸的感觉，差不多是这样的角度后。好，那我们的肩膀要随时注意，我们不要做一个耸起来的动作啊，滑滑鼠啊，耸起来，这样子不好，要提醒他慢慢的下来，放轻松，自然的下垂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的手肘记得可以支撑在桌面上。我们使用滑鼠的人呢，可以用外面有在卖那个滑鼠的支撑手腕的软垫这样子会让我们的手腕比较不会呈现一个过度伸直的动作。那所以我们可以去外面买这样的辅具类的器材，协助我们做滑鼠，比较不会长期就会常常会有人出现手腕会有麻痛不舒服的情形这是一个建议，这样大家可以参考参考。那我们的下巴呢，不要整个头不要往前掉啊，帮我把它收回到后面，稍微有一点点收下巴的姿势。那只是跟大家讲大家其实应该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维持在一个姿势，比如说直立的姿势下没办法，其实没有办法太久，所以跟大家说，偶尔呢维持休息一下的姿势是可以的，但是不可以太久。比如说我们休息一下，有点累休息一下，我们可以休息一个大概20分钟左右，提醒自己要回到正确的姿势底下，我们可以再回来，让肌肉比较不会一直拉长在一个位置上太久。所以大家可以记得一个重点，就是不要维持同样的姿势太久，即便它是一个很正确的姿势。比如说像这个里面这个男生好了，这个男生就算他做的非常正确，他也不能维持在这个姿势上太久，他也必须要站起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肩膀跟我们的大腿、小腿。那我们这样才是一个好的习惯哦。所以大家就算你平常很认真维持一个好的姿势，也要记得起来活动活动，这才是最重要的好，那我们进到下一个咯。那等一下呢，我们会说就是伸展的部分要如何进行。那我们先提醒一下，我们一个姿势刚刚有说维持40到50分钟之后，就需要变换我们的姿势，或是做一个伸展的动作。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运动会让我们的肌肉拉长、缩短，这是我们的妈妈一样生给我们的很好的宝物它可以让我们做延展的动作，也可以做缩短，所以这就是要保持它良好的特性，这才是就是维持健康的一个不二法门哦。好，那我们减轻它的紧绷，然后让它的力量增加，就可以减轻我们脊椎这些的负荷，这样子。好，那有看到那个采芳有举手，对不对？那我们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如果有询问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统一记在我们的纸上，或是我们的其他地方。那大家可以把 PPT 的标题，就是最上面那一行蓝色的字记起来。记起来之后，等一下我们发问的时候，可以说，是有一个 PPT 上面其实有一点问题，这样子，那我们可以就是及时的来做解答，这样。好，谢谢你哦，谢谢。好，那我们要进到下一张 PPT 咯。好，那运动的好处呢，其实就是像刚刚我们前面说的那些不好的。那我们运动，像刚刚我还记得在前言引言的时候，我们的长老跟我们的牧师有提到说，就是运动的话，其实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放松下来，疏解我们的压力，这是很好的哦。就是会在不知不觉下慢慢的去疏解，而不是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做其他的，比如说要告诉自己要放下，然后要放轻松。比起来的话，我觉得运
运动会像是一个比较不知不觉中，慢慢的放松我们的心情，把压力慢慢的缓解掉。那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增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血液循环呢，经过的地方呢，会去支援我们周围的组织，把废物带走，把好的氧气，把好的物质给他们，所以增进循环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哦。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肌力跟耐力提升的话，也就比较不会疲劳。好，那这就是我们运动的好处。那我们赶快进入到下一个吧。那刚刚那个生活品质呢，也就是上面的综合提升之后，我们的生活品质就变好，因为痛就飞走了，那我们就会比较轻松的去面对我们的生活，比较不会有负面情绪这样子。好，那我们在运动之前呢，要先跟大家来提醒几件事情哦。运动中要注意的几件事情，第一个，一定要先暖身或是做伸展，要不然肌肉已经在一个很僵硬的情况底下，一下把它做拉开就会像我们刚刚说的，会有拉伤扭掉。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暖身或伸展，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理一个概念，请大家在出去运动之前也可以做一点，比如说你想散步的时候，你可以先做原地踏步，然后再慢慢的开始出去散步，这是会比较好的哦。好，那再来就是运动的时候不要憋气，会记喘气哈，那我们可以一起数1、2、3来保持我们有在呼吸的一个状态。那没有呼吸的时候会PPT 运动的好处要拍一下，是不是？好，那我们先一页，那我没有看清楚的人也再看一下好，在这里哦。运动的好处大家可以看一下，那等一下我们就会讲说运动前一定要先注意的事情哦。好，那好了的话，那个我们的同学可以跟我讲一下，我就可以移到下一页了哈。好，谢谢你哦。那我们先把整个全部的都拉出来哈。好，那第二点就是我们要保持呼吸，因为呼吸的时候会让我们的氧气供给会更加的顺利，所以要保持我们的鼻子跟嘴巴要保持畅通。好，那我们也可以透过数数字，数数字的时候大家就会吐气，吸气吐气，就会有个自然的循环哈。好，那再来就是呢，有高血压的病人特别一定要注意，不能做憋气的动作，因为憋气的时候，我们的血压会身体反应会把它飙高，这就会让我们的运动增加了危险，所以请大家记得要呼吸哦。好，那呼吸要怎么呼吸呢？我们会用鼻子吸气，嘴巴吐气。好，那我们出力的时候吐气，所以是透过我们的嘴巴慢慢的吐，不用很大力的这样子一次的吐完，这样我们的气会比较不顺利哈。我们可以慢慢的用嘴巴。好，那放松的时候，我们就透过鼻子吸气。好，出力的时候吐气。好，那再来就是刚刚前面一直讲到的，我们不要做耸肩的动作或是代偿动作。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什么叫代偿动作，就是它不该出现的，可是它一起出现在我们的动作里面，这就是很不好的事情，影响到我们运动的效果啦那所以我们就是不要有这样的情形。那我们等一下会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好，最后很重要，就是因为大家可能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独一无二的，或是有其他的可能疾病的困扰相关的。那如果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也许可能不太适合每一个人都做。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有不舒服，一定要先停下来。现在的立马直接停下来哦，不要想说我再撑一下，如果有痛才会有效果，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会影响到我们运动的效能哦。所以如果让你觉得不舒服了，请你一定要停下来，这很重要哦，请大家记得好，那我们再下一张 PPT 哦。好，那这个是一个我们运动的目录啦，那我们等一下就直接来说明，我就不一一赘述了好，那我们有分成姿势调整、活动度的运动、伸展运动，还有肌力的训练。好，第一个就是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姿势的调整哦。好，
来，那我们可以看右边这样。那刚刚这个好的坐姿，其实我们在前面其实有提过。那我们这边大家可以一起来练习一下下。那我们可以来注意一下第一点哦，我们的耳朵跟我们的肩膀要在一直线上面，我们的头不可以掉到前面。如果头掉到前面的话，就会耳朵跟肩膀变成斜斜的，对不对？好，那我把镜头拿远一点，大家看得比较清楚后。好，这样子会比较清楚一点。我们的头掉到这边的话，就不能是一直线，我们要跟它变成垂直线，所以做得很好。缩一点点下巴，耳朵跟肩膀维持直直的一直线。对，这是一个不错的坐姿。好，那再来就是肩膀呢，不要耸起来，不行。好，要慢慢自然的下垂哈，自然的下垂。嘿，大家很好，有在练习哦，很不错。好，那我们呢，如果的话可以平靠我们的椅背。好哦，那我有看到有人有举手发问的问题哈。好，那如果有疑问的话，就是对，那我们呢可以就是稍微记录一下，比如说姿势调整上面有怎样的问题，我们在发问的时间的时候也可以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或是呢你对姿势方面有问题，可以把你的镜头打开，因为我会比较看得到你现在做的姿势，或是有没有需要矫正的地方，这样子。好，那如果有些人的椅子太深的话，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座椅的这个深度，好，上面这个的深度哈，这个深度的地方有一点点太深，等于说你坐到后面的时候，你的脚会悬空的话，第一个方式是你坐前面一点，然后后面可以放一个靠枕，然后让你的身体维持90度，或是呢，你可以往后坐，但是你脚悬空的时候，你可以拿一个板凳来，脚可以踩着板凳，这样子做是会比较好的哦。好，那再来的话，我们的膝盖是呈现90度，那我们的脚平贴地面，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坐姿。那再度跟大家提醒一下，大家呢矫正好了对的坐姿之后，还是要记得变换一下自己的姿势，不能一直停在这个位置里面哦。活动是非常重要的哈。好，维持姿势是我们的第一步，但是我们的运动会比维持姿势会更加重要一些。对，所以就是请大家要再牢记在心哦，不能就是像之前我也有遇过一个病患啊，跟我说，老师，我回去啊都有照你的方式维持好很好的坐姿，可是我还是不舒服哎。那可是我就问他说，那你一整天都坐多久啊？他说，大概是醒着的时间都在坐着吧。那这样子就不太好了哈。那一定要记得，就算有维持好的坐姿，很棒，但是一定也要记得站起来做一些活动啊，手脚做一些伸展都是很重要的哦。好，那我们再下一张哦。好。再来就是要教大家一个有一点点，我觉得有一点点难做的动作。好，因为大家的颈椎常常都掉在前面，如果要大家收回来，其实有时候会觉得，猛然之间不知道要怎么做哈。好，那大家呢，我们第一点，我们最重要的第一点呢，我们上面没有写到，不过跟大家提一下，大家可以眼睛呢直视前方，注视一个点。等一下呢，不要低头哦，低头是长这样。不行低头哈，不可以低头，眼睛看正前方的某一个点，看好咯。好，那我们的下巴呢，想象要把双下巴挤出来的感觉往后缩。好，所以没有低头哦，不能低头哈。做的动作，大家常常会做错的动作会像这样子。这样子是不对的哦，这样子不对。所以呢，我们做好之后，眼睛看正前方，好，把双下巴挤出来，下巴往后缩。对，会有一点点滑稽的动作啊，双下巴会看到它跑出来哈。不过这个动作呢，会感觉到我们的后颈会有点紧紧的感觉，那就是有做对哦，不可以做低头。然后如果有姿势前方往后缩的话，对，我有看到有些人有跟着做，很好哦。好，那我们会后颈会有点紧紧的，是正常的，会让我们的颈椎回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上面。好，那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可以在我们滑手机之后啊，可以放下手机练习一下这个动作。对，然后再收回来，再往后缩。好，尽量不要低头哈，我们头直视正前，眼睛直视正前方。那我从侧面做一次，大家可以看看那个双下巴会跑出来哦。好，这样子缩。好，
再回来。好，我再做一次哦。缩，回来，会觉得后颈这边有一点紧紧的哦。好，那我们再来下一个部分喽。好，那我们等一下来做一点颈椎的活动度的运动吼。好，那帮助我们颈部的肌肉，然后让血液循环变好。我们直接来下一页喽。好，那在这之前要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我看一下哦。好，我好像盯错了，对不对？好像是要盯简报，对不对？好，对，我把它盯一下简报好了。好像按这个就可以的样子。对，好，稍等一下哦。还是对，我是在这里面。等我一下。我们再分享一次，这样把这个关掉看看，然后停止显示，再开一次看看。是调整后2个 PPT， 我的3个视窗，对，应该是分享。它分享不它那了简报。个会跳，就是我的简报跳掉了，所以要现在9要跳掉。对对对，那重新那个啊，是重新那个。好，我坐过来一点好了，我重新开是不是？对啊，简单跳掉。刚刚是这个。对。这个。谢谢，谢谢，不好意思。那个不好意思，想问一下，这个 PPT 呀，就是在我这个画里面是已经开始分享了，对不对？好，刚刚有人就是想要拍，就是姿势调整的后2个吗？是这一个吗？想问一下，刚刚那个先生是这一个画面吗？后面的。在后面一个是不是？对对对。不好意思，刚刚称呼，不好意思哦。没关系。是这一张吗？对。好，不好意思哦，谢谢。好了。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运动。在这之前，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有一个动作，我觉得就是要跟大家讲。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些运动呢，会提到说有做一个像这样子，整个大幅度整个头在转圈的运动。我们的从物理治疗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们是不太建议这样的动作的，因为这样子还蛮容易导致我们的颈椎这边有可能会不小心受伤。所以等一下就是我们会把就是动作教给大家，那大家可以尝试看看比较不容易受伤的动作，像就是比较单纯一点的动作，但大家很简单就可以达到了。那至于转圈的这个动作呢，我们就是物理治疗的观点来说是不太建议的，因为这样子整个的话会让我们的颈椎就是关节这边会容易就是受伤，或是周围的肌肉会有一点拉伤的情形哦。好，那我们到下一页咯。好，第一个活动度的运动。好，第一个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好，我们的稍等一下哦。PPT 是不是跑掉了呀？对，好 ，PPT 有一点跑掉了，等一下哦。现在它变成直视的吗？这一次，它可能要直接选。噔噔噔。刚刚好像要跑去那个 PPT 动一下之后，好像就出现那个 PPT 了。这样吗？试试看好了。好啊。
哦，有了。好，不好意思，好，我们回来喽。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动作啊，就是做第一个动作叫做颈部的，这个名字我觉得应该要改一下，应该是说颈部的，哦，可以了，可以了，对对，谢谢。那我们会做一个颈部的旋转的运动后，好，那我们的幅度呢，大家能做到的角度，以尽量能够做到不要痛的原则为主来进行我们的运动。好，那大家我们可以一起来试试看哦。等一下，我们先往荧幕的这一边，我们的左边来进行。好，那我们转的时候呢，不用很快的转哦，很快的转啊，肌肉可能会闪到。好，那我们呢，慢慢的将我们的头向左边转。看着左边的墙壁或是旁边的东西。好，如果想要再转多一点的话呢，可以把我们的手，我们的左手举起来，摸在右边的头上面。好，然后慢慢的，好，我们的左手哦，将我们的左手举起来。好，那我们呢，转哪一边就动哪一边的手。像我的头呢，转到这边，所以我们的手也跟着用同一边的手转过来。好，那我们可以停在这个位置上面，我们可以数10秒钟，我们来试试看哦。1、2、3、4、5、6、7、8、9、10，好，慢慢的转回来，很好。好，那接着呢，我们换转另外一边哦，手帮忙慢慢的带过去。好。停在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就可以了，不用硬撑哦。维持10秒钟，1、2、3、4、5、6、7、8、9、10。好，我们会感觉我们的脖子有一点点紧紧的，是正常的哦，因为我们的肌肉把它做一个延展的动作。好，那我们接下来要下一个动作咯。好，是头部侧弯的运动。侧弯的运动呢，就跟刚刚的比较不一样咯。好，稍等我一下哦。来 ，PPT 跑掉了。哦，现在看得到是吗？好，现在看得到。哦，现在看得到，好 ，OK， 好，那我们继续咯。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侧弯的运动哦。侧弯的运动有点像是把耳朵靠近我们的肩膀，耳朵靠近肩膀。好，那我们呢，将我们的头的耳朵靠近肩膀，很好哦，会觉得紧紧的哈。好，我们的左手可以起来帮忙，转到我们的。一起帮忙转到另外一边，很好哦。好，维持10秒钟，1、2、3、4、5、6、7、8、9、10。好，慢慢的回来。好，我们换另外一边。好，尽量就可以了。如果有人觉得脖子很紧，只能到这里也没关系。好，预备，1、2、3、4、5、6、7、8、9、10。哦，我有看到那个4层有一个阿姨哦，做得很好哦，很好。好，那我们再下一个哦。好，再来就是我们的弯曲跟后仰的动作哈。现在看得到 PPT 吗？好像没有了，对不对？现在看不到 PPT， 看不到，看不到。好，稍等我一下，不好意思哦。好，我看一下，应该就让有看得到，现在看得到了，可以了。哦，又可以了。啊，好，谢谢。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做前跟后的动作哦。好，那我们呢，等一下来试试看。那试的时候可以加上一点点刚刚教的缩下巴的运动，对不对？刚刚有做的一点点缩下巴。好，缩下巴之后再慢慢的往下看，会觉得后面有紧紧的哦。好，我们再回来一次。好，那我们接着头往后仰哦。好，慢慢的，动作慢一些，往后仰哦。好，再回来。好，
像刚刚啊，没有数秒数，是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做缩下巴往前顶的时候会觉得不太舒服，所以大家可以慢慢做就好，不一定要停10秒钟，也可以就是做，然后抬起来，再往后抬。那我们大家再试一次哦。好，缩下巴，然后呢往下看，好，慢慢的把我们的头往回来。好，再来就是呢往后仰的动作。好，再慢慢的回来，很好哦。好，接着我们要来下一个运动咯。好，接着是我们的伸展运动，我们可以当做暖身运动来做，也可以做我们运动后的缓和运动。那我们事不宜迟，接着往下咯。好，第一个，我们刚刚往侧向伸展的话，这个呢就是跟大家再提醒一下，我们刚刚有做过的这个伸展运动是可以当做我们的暖身运动来做的哦。那我们刚刚已经有做过，大家也可以看着图再做一次。那我把重点再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呢，我们呢腿扶着头的这个头啦，往另外一边的动作的时候呢，会紧绷的是出现在有拉长的这边哦。对，这边会觉得紧紧的，那我们可以维持10到15秒。如果会痛的话，请休息，不要继续做了，慢慢的收回来休息一下。对，因为过度的拉扯是没有好处的哦。好，那再来下一张 PPT。好，再来大家我们可以一起来跟着做哦。好，来做一个叫做肩颈绕圈的运动。雅文想问一下，有吗？现在是没有的，好的，好，来，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后，好，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肩膀上，等一下我们要来做绕圈的运动哦。好，那我先示范一次，大家我往后做一点，大家比较看得到哈。好，我们头维持的正中，不要低头哦，头帮我正中放好，好，手放着，好，想象我们的这个手肘是一个画圆圈的工具，好，来试试看哦，往前，往上，往后，往下，很好，大家做得很好，再一次哦，往前，往后，往下，往前，好，接着反方向试试看，往后，往上。往前，很好，会觉得前面这边跟后面会轮流紧紧的哦。好，再一次哦，反方向，往后，往上，往前。好，这是一个动作。好，那大家注意做的时候，头啊会跟着动来动去，我们尽量头就是维持在直立的。那如果有些人会觉得好硬哦，有点痛，我们可以小小的做，先从小较细嘞，较细圈圈啦，嘿，气块买小小的先试试看哈。好，不用勉强哦哈。好，那我们再来下一个 PPT。好，那刚刚呢，我们呢有做，来，稍等一下哦。好，刚刚我们雅维不好意思，想问一下，我现在还有画面吗？好，不好意思哦，来，有了，好，那刚刚我们有头部向前弯的动作，对不对？好，我们呢，接下来可以把手放在我们的后脑勺，好。那我们的双肘可以往前放，好，慢慢的把我们的头往下压，好，再慢慢的回来，好，我们可以停在那个位置10到15秒哦，来试试看哈，好，慢慢的往前，手肘往内收，很好，好，我们数10秒钟哦，试试看，1、2、3、4、5、6、7、8、9、10，好，慢慢的回来，很好哦，好，尽量就可以了。如果会痛的人不要勉强。那豆豆来就会使啊哈。好，那我们接着下一个哦。
好，肩胛后夹，那我站起来做给大家看好了，会比较清楚。好，我们呢站着，然后把肩膀放轻松，垂直往下放。好，那把我们的手呢往后放，两只手可以握在一起。好，大家可以看得到背后的画面吗？好，我再做一次哦，放在我们的后面，自然的下放就好，不要耸肩，不要耸肩哦。好，肩膀两个一样高。好，接着呢，把我们的肩膀往后夹，再收回来，再一次哦，往后夹，再收回来，这样子大家看得清楚吗？我们再试一次哦。这个动作是很好的动作，可以做扩胸，又可以把我们肩胛骨回到好的位置。那我们再一次哦。好，我用背后的给大家看，手放轻松，手自然下垂。好，把我们的肩膀往后夹，让我们的两个肩胛骨靠在一起，就有夹紧的感觉就对了哦，很好。对，我看到有大家有在跟着做，很好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再下一个动作咯。这个动作真的非常好，因为其实这个动作会让我们的整个肌肉和肩膀回到一个很好的位置上面哦。好，再来下一张哦。好，扩胸伸展跟刚刚的感觉有一点像，不过动作不太一样。好，我往后做一点，大家看得比较清楚吼。好，一样，我们的头比较低，放轻松，对，然后呢，肩膀打开，像是一个对很强壮的人的姿势哈。好，等一下呢，帮我把手往后放，有点像是抓住一个东西往后拉的感觉。再一次哦。好，抓住一个东西往后拉，哎，很好，我有看到大家跟着做，很好哦。好，再收回来，再一次往后拉，很好。我们停一下下哦，停10秒钟，1、2、3、4、5、6、7、8、9、10，好，慢慢的收回来，会觉得这边紧紧的是正常的哦。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扩胸运动，会让我们不要前胸这么紧绷，这边就不会常常会有出现疼痛的情形或酸痛吼。好，那再来我们要下一张喽。好，再来就是我们要来练习一个肌力训练的部分，简单都可以做的。好，那把我们的手呢放在额头的上面。好，那我们的手呢放在前面哈。等一下我们要做一个动作呢。头去顶我们的手啊，手往后，我用侧面大家比较清楚哈。我的头啊向前去压我的手，但是我的手也要往后压，等于是我有头出力去顶住我们的手哦，要出力啊，我们的手要停住。好，我们再讲一次哈，还手放在额头上面，好，然后头呢往前顶，出力。有点像是要顶一个东西的感觉，但是我们的头不要动吼。好，停住，对，然后呢，头往前顶，我们的手顶住，会觉得有一点在出力的感觉。好，再放松。好，我们再一次哦，有一点像是头啊要撞一个东西，但是呢，我们的头没有移动，停在这里哦。好，因为我们的手把它挡住了，再一次顶住，很好哦。好，再慢慢的放下来，会觉得头有在出力往前顶哦。好，那再来呢，我们再往后咯。好，再来就是我们的往后的力气，我们可以把手放在我们的脖子的后面。好，我更正一下，放在后脑勺哈，后脑勺。好，把我们的手肘可以打开，头呢往后去顶我们的手，哎，很好，我看大家有在做，做得很好哦。头往后去顶我的手哦，好，休息一下，好，休困一下哦，好，再一次哈，头往后去顶手，很好，往后顶，好，休息一下。好，那大家有时候可能会看到 PPT 上面有写说可以数到10，对，那数到10是可以的哦，那前提是在你觉得舒服的情况下，你觉得可以撑住，你可以数1、
2、3、4，这样撑住，不要憋气哦，哈，爱会记喘气哈。好，我们来试一次数到10的哈。好，预备，1、2、3、4、5、6、7、8、9、10，很好哦，大家很好。好，接下来我们做下一个动作咯。好，再来呢，等一下哦。好，那在这边呢，想要跟大家讲一个额外，想跟大家提供一个我们可以动我们神经的一个动作吼。好，那提供大家2个动作。第一个呢，就是把我们的手，好，我们先举起我们的右手哈。好，我们这只手举起来。好，大家应该是左边对不对？好，那我跟大家做同边。好，我们这边哈，好，这边好，把他的手放到对面去。很好。好，另外一只手夹起来。对，很好，夹起来哦。很好，要夹住下面哦，夹起来。很好，夹住。对，很好。夹住下面，夹起来，很好。好，接着呢，我们的伸展运动只有4个吗？好，等一下我帮你往前确认一下，我们把这2个动作做完哦。好，这个算是一个，也是一个额外的跟大家讲的伸展的动作，没有在 PPT 上面的。好，我们把我们的手架上去，好，身体可以往我们手的方向转哦。很好，会觉得紧紧的是对的哦。好，我们再回来，很好哦。我们再一次哦，来往这边转，来，大家手可以看得到吗？这样子，好，这边手过来，好，手交叉，对，很好，很好，对，好，然后呢，移过来，对，移过来，很好哦。好，再慢慢的收回来。好，我们换另外一边。换另外一边，手移过来，好，手包上去，对，包在这里哦，包着，包在外面，很好，好，转过来，很好哦，好，再慢慢的收回来，很好哦。好，那刚刚有人提问说，就是那个伸展运动的话，我帮你跳回去前面哦。对，伸展运动有五个伸展运动。好，在这边有列出我们的伸展运动的内容。那可以请我拍5个吗？你说拍吗？拍一下吗？对，好，第5个。好，那跟大家再额外讲，因为刚刚有说跟大家补充2个，对不对？第一个是这个刚刚做的这个，对不对？那第2个呢？如果你手会有一点麻麻的，然后我们可以做这个来试试看，来动一下神经哦。好，把我们的手打开，好，然后呢，手往下压，对，很好哦。打开往下压，很好。好，我们的头呢跟着一起转过来，对，好，再回来的时候手弯起来，头往另外一边，对，好，再一次哦，回去刚刚那里，很好，然后再回来，对，很好，最后一次哦，试试看，很好，好，再回来。对，好，这个动作呢可以拉到我们颈椎的神经哦，会让神经有很好的松动，比较不会卡在一个地方。那我们另外一边也做一下好了，来，我们换手哦，另外一边哦，好，来手啊头屈港边，搁收转来，对，好，搁一摆哦，来弯，很好，搁收转来安尼。对，很好，最后一次哦，很好，再收回来，很好哦，这个是可以松动我们的神经，让我们神经不要卡在一个地方，很僵硬都没有动。好，那我们呢，今天的内容运动就到这边，那我到 Q&A 的时间给大家问问题哦，那
想问，刚刚看到大家就是都有一些问题想要发问，那欢迎大家可以打字在右下角跟我说，或是按举手，那我可以回答一下你们的问题，这样子。那欢迎大家发问哦。好，有问题都会使问一个啊，哈。欢迎大家发问哦，或是有想要拍哪一个 PPT， 或是想要记录一下，都可以跟我说，我再移回去哈。老师，刚刚那一个，你好，我看一下哦。哎，那个不好意思，想问一下，因为他们会举手，然后我想要看，就是要怎么看到那个人。看一下哦，这边是讯息。哦，讯息好。好，那真的可以先。好，那我先从就是刚刚有在讯息中，就是里面的疑问的话，就是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就是我看一下哦。好，那我从最上面的往下看，好，大家可以打在那个通话讯息里面。好，我往下看一下。哦，好。扩胸，那个小哲是说想要拍一下扩胸那一页，对不对？好，那我移动一下，稍等我一下哦。扩胸，好。好，那小哲我已经移到那个画面了哦。那个有一个福的3260，刚刚你有举手对不对？对。好，请说。那个腰部不知道怎么如何热身呢？暖身。你说腰部吗？腰部。对，腰部，哎。腰部哦，那我稍等我一下哦。哎呦，我这举手他有看到哎。不好意思，来这边一下，因为想跟那个这位先生嘛，跟这位先生说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主要就是比较偏肩颈的部分，那我们后面有开就是相关跟腰部下背比较有相关的一些讲座，那可以欢迎这位先生再来帮我们听一下，那今天的可能就比较没有解答到这样子。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主要带运动的话，还是希望是实体的时候看到大家，比较知道你们平常的动作正确或不正确这样子。那这边的话，可能今天可以讨论的大概是学理上的问题，动作的部分我们还是希望等到实体看到大家的时候，我们再来调整，好不好？好，不好意思哦，谢谢。那我再从讯息里面看一下，因为我看讯息里面有一些人发问，稍等我一下。那个思源有问说，就是50间要怎么做运动？那想问一下，思源现在还有在这里吗？思源这位同学有在这里吗？好，有的话可以出个声跟我讲一下。思源有在。思源这位同学，好。思源你好，那个老师好，嘿，你好，是，那你有问说就是50间的运动的话，第一个我觉得你是医生，有确定你肩膀是50间的吗？还没有，就是左肩膀比较抬不起来。比较抬不起来是不是？那想跟这边跟思源讲一下，其实肩膀抬不起来的原因有很多种哦，所以常见的虽然大家都会说啊是50间，但是我觉得建议还是先去给医生看一下，因为除了50间之外，也有可能是我们的旋转肌的肌腱受伤，所以有些人手会有一点抬不起来，或是呢我们平常的肌肉这边的不平衡，导致那个肌肉没有办法好好的运作，那这个其实是有很多原因的，所以建议思源可以去给就是
医生确定如果真的是50间的话，再来就是寻求又可以来，比如说可以来桃心，这样有一点宣传哈，就是我们桃心医院的复健医师看过之后呢，确定你的状况是怎么样，可以来找我们复健师，我们在3楼，然后我们会再教你一些适合的运动，因为我怕说如果还没有确定的话，就是直接交给你运动，怕会就是影响到你的情形这样子，那再给你做一个解释这样。好，谢谢你。知道，谢谢老师。谢谢。好，我看一下那个我看采芳有问说，请问看电脑的时候显示器与眼睛的高度是不是？好，来，那我们回到好，采芳还有在这里吗？有好，稍等我一下哦。好，那我们回到刚刚眼睛跟荧幕这个，采芳你好，那我们的就是眼睛刚刚有说呢，就是我们的眼睛是一个平视荧幕的状态，那我们可以像这张图上面，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大概是荧幕的上1/3到中间这个部分，其实都是可以的。其实不要让我们的颈椎有过度的弯曲或仰头，就是可以很好的动作了。所以没有一定的标准说要几公分，要量得很精准这样子。其实你只要就是时时注意，你可以拿一个镜子放在侧面，然后你在用电脑的时候，看一下你在用电脑的时候，你的脖子是不自觉往前掉，或是你要很用力的往上仰头看那个上面的荧幕，这样就会让颈椎处于不好的位置。所以其实可以考量到，就是你眼睛是一个平视前面的荧幕，可以看到大概上1/3到中间的位置都是可以的哦。那我觉得是以个人用，如果发现用的时候你的肩膀很放松，自然的下垂，然后你的头没有往前掉，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姿势。这样子不知道有没有解答到你的问题？这样有，谢谢老师。不会，谢谢。好，那我再往下看咯。那个桂秀你好，桂秀有在吗？桂秀有发问，就是如果我们后颈有一个包，要怎么消除吼？那后颈这个包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长期的姿势不良，加上就是肌肉过度，这边后面的颈椎的位置不好，已经呈现一个比较久的姿势，后面就会常常出现我们人家说的富贵包。那个桂秀有在吗？桂秀。好，如果没有在的话，我也可以跟大家直接讲就是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其实今天跟大家宣导的这些事情，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平常就习惯性维持良好的整个就习惯跟运动的习惯，那就可以比较可以去预防我们这个后颈的富贵包的产生，因为富贵包其实就是一个姿势长期一个久而呈现一个头往前掉，然后身体就缩起来的这个姿势，让整个颈椎呈现一个不良的状态，所以后面的那个脊椎跟肌肉才会就是呈现一个失衡，所以才会出现一个包凸在那里。所以大家如果平时有做好就是姿势的预防跟我们运动的一些习惯的养成的话，其实富贵包是比较不会出现的。但如果要消除的话，会比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因为那个是一个很长时间累积出现的，所以其实可能要透过平常日常的改变，慢慢的不要让它恶化下去，但是要消下去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是需要配合运动去解决，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去寻求医师的治疗这样子。对，好，那这是给大家的建议这样。那腰部的部分，我这个课堂上面就比较会先略过了哦。好，那再跟大家讲说，就是之后可以再关注我们的课程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常常会不自觉驼背，要怎么提醒或调整？那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会设一个闹钟，就是比如说我在家里处理公事的时候会设一个闹钟，因为人呢其实还是会累，所以其实你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是很正常的，是要告诉你很正常哦。那只是呢，我们要定期改变姿势，你可以设一个闹钟，就30分钟放在那里，你可以先驼背休息一下，处理你的公事，但30分钟的时间到的时候，你要做一些刚刚前面提到的伸展运动，或是站起来活动一下筋骨，这是重要的。所以其实会弯腰驼背是人之常情，但是大家要注意，就是不能一直弯腰驼背，要换，就是定期要有时间才换姿势这样。对对对。哦，好，3233，好，稍等我一下哈。好，3233，
稍等我一下哦。PPT 32跟33，好。32、33是后面的人呢，是那个问答的那个题目。哦，对，那个小泽啊，请问小泽有在现场吗？因为那个32跟33是刚刚就是没有放到上面的画面，想问一下是别页，想再跟你确认一下，你再跟我说哈。好，那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念的，它是英文名字，那个 Hazel Chen， 就是 Hazel Chen， 他说就是会有说有颈椎压迫、中指、无名指会抽痛的运动。那刚刚呢，不知道刚刚那个陈先生有没有看到，就是有一个动作。那我移出来，就是可以做一下这样子，这一个试试看的运动，会让我们的神经有滑动的动作，不会让神经一直处在一个同样僵硬的状态下。那另外就是也要跟你讲一下，我觉得抽痛的话，我觉得如果已经影响到生活，还是建议要就医一下，因为担心你就是颈椎这边还是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可能需要去确认一下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因为颈椎是我们人很重要，脊椎都是很重要的部位啦，所以就是很担心说就是除了做运动之外，我觉得还是要去确认一下有没有额外的情形去做确认，然后以免就是拖到就是让后面病情变得比较就是严重的时候会比较难处理，对，所以还是建议看个医生哈。好，那只是就是平常我们这样的运动，前面的运动是可以做的，那刚刚说的神经滑动的动作也是建议可以做的，那还是建议去看个医生哦。哈，谢谢你。那好，谢谢丽梦，谢谢你。谢谢，然后谢谢大家，然后小泽有在现场吗？小泽你好，小泽你有想要拍对不对？那刚刚那个 PTT 的32跟33是没有在那个双手放头后的，是不是？好，不好意思哦，稍等我一下，双手放头后的，好，稍等我一下哦。请问是这一张吗？好，稍等我一下哦，荧幕好像没有出来哦。小泽，请问是这一张吗？好，谢谢。那个，请问是张娟吗？想问你想要发问是吗？因为我看到你有开麦克风。哦，对，对，我是想要那个看伸展那一部分，伸展的部分有地方没记到伸展。好，那我问一下小泽有没有就是拍完了？小泽你 OK 了吗？可以了哈。好，那我就移给那个张小姐看一下哈。你说伸展的地方对不对？对。好，那你是想要伸展的全部的这个目录吗？还是要哪一页呢？我看一下。好像就是伸展的目录就好。好，第一个是头侧那个嘛哈，这个侧向的伸展，对。第二个是这个绕圈圈的运动，对。绕圈。对，那再来就是呢，双手抱头向前弯。好，第三个双手抱头向前弯。对，第四个是肩胛后夹。就是做刚刚站起来做往后夹肩胛骨的动作哈。好，最后一个是我们的扩胸。扩胸我有了。好。老师，请问一下。秀娥你好。你好，双脚要什么是姿势？双脚在那个扩胸的时候。秀娥不好意思。老师，麦克风我想要请问一下，刚才这些动作有一定的顺序吗？老师，麦克风没开。老师记得开麦克风。在扩胸的时候，双脚是什么姿势？秀娥，请说。我们在扩胸的时候，双脚怎么姿势？是
并起来还是要打开？哦，你可以自然的分开就好了，自然的分开就可以了。那跟大家你说坐姿的时候，对不对？扩胸的时候。请问秀儿是说坐姿的时候吗？扩胸的时候。哦，扩胸的时候是吗？扩胸的时候。对。扩胸的时候呢，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就采自然的坐姿。那脚呢，我这样子看一下，怎么给大家看？就是呢，我们的脚啊，就是其实是像我们前面说的自然的坐姿就可以了。那我们的手做打开就可以了。好，谢谢。好。这样大家比较看得到。好，那大家呢，就是脚就自然的打开，那跟骨盆同宽就可以了哈。然后做一个扩胸的动作，这样就可以喽。就不用夹起来，就放轻松，然后维持一个骨盆跟骨盆差不多宽的宽度，手做扩胸就可以了。对，好。谢谢老师。不会，那个想问，刚刚秀儿的后面有人有讲话，对不对？但是我没有注意到名字，可以请你再提醒我一下，或是你可以留言给我哦。好，我看一下。好，那个这边有说最后一个问题就下课了哈。好，刚刚还有没有病理成因前的 PPT？刚刚还没有给你拍到，对不对？好，我转回去哈。是这一张吗？请问小泽？不是小泽吗？好，不好意思。想问一下，就是大家有可以存取到就是这个 PPT 吗？因为如果我想说直接把这个 PPT 交给大家，我有看到那个之前问那个病理成因的 PPT 是刘子静同学。不好意思，看错名字了。那刘子静同学，吗？不好意思哦。刘子静同学在吗？好，那我在想问一下，我可以提供给那个大家 PPT 吗？这样子大家就是可以去存取这样子。刘子健在哦。他在是好，我把那个 PPT 秀出来。是这一张吗？还是下一张呢？那个同学如果有看到的话，可以拍一下谢谢 Grace， 谢谢。对，我也希望可以给大家 PPT， 因为这样大家做运动的时候就有图可以看。我等一下跟那个就是教会这边问看，可不可以把 PPT 交给你们，你们就可以直接用电脑存取了，这样大家之后就复习比较好。之后那个 PPT 我们会放在那个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的粉专上，请大家到时候去粉专下载。好，那再麻烦大家去粉丝专页了，谢谢。这粉丝专页可以下载哦，谢谢大家，今天谢谢大家，不好意思讲的比较久一点，不好意思，谢谢你们哦，谢谢。来，我们拍手鼓掌，谢谢，谢谢李启物理治疗师，谢谢他，他给我们30分钟的一个问题，欲罢不能。因为已经快12点钟了啦，所以老师应该也要累了啦。我们是还要诚恳的邀请老师下次因为我们希望说2-3个月的话，我想你应该有很多题目你在我们这边非常卖座，大家问了那么多，30分钟都问不完，还要再继续问下去，所以还有你在桃心婚宴那边。是不是有没有配合的物理治疗师？当然这不是广告，因为我们说如果找到你的话，要经过物理治疗师，要找到那个医师，
那医生的话是有没有配合人，或是说医生完以后我们就指定要找你，可不可以这样子？是不是？先给我们回答一下。我这样讲，助理李小姐，你有听到吗？如果说我们去桃心的话，找你呢，或找医生，找医生以后，然后指定你可以哈。那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们是那个轮班的上班，那如果去看了复健科医师上来做复健，可能不一定会遇得到我上班的时间。我们其他的同事也都人很好哦，所以也可以跟其他的老师询问看看。那或是来的时候，或是问问看，如果要找我的话，也可以问问看，就是吕老师有没有在。那如果有在的话，我就会尽量帮大家协助这样子。对，谢谢。谢谢。我确定今天的上课实在太棒了，真的是希望你能够好像学期啊真的开课的时候也来跟我们分享，我觉得真的棒哦，又详细，然后同学发问又很热烈哈，所以呢我们来谢谢。好，来，杨姐，时间再交给刘牧师。我们非常谢谢老师哈，我们的治疗师其实长期跟我们关怀据点联系，我们非常谢谢他们哈，他们会非常无私，而且他们是无偿的哈，他们来服务跟我们协会跟教会来合作哈，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有一个社会的责任哈，我们台湾这么可爱啊，就因为有这么多人哈，真的是所谓的出力哈，也出钱哈，那他们真的是就是支持，所以我们要支持我们这个社区的医院，好吗？那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欢迎请你留言或者是说就在我们的全人生命教育协会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些的资讯来跟大家来分享。那我刚才有看到留言里面有人提到可不可以有假日像这种意见我们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够表达出来，因为我们有时候安排这些真的不知道应该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那我有看到那个采芳谢谢你来建议我们下次会注意这个时间，可能这个时间有我们晚上或者是假日的，我们也会来办，我们会跟联心这些愿意这些的医生医疗人员一起来合作所以非常谢谢大家。那刚才还有人举手的凶吗？是不是请举手的请你可以开麦克风。易德兄吗？是。刚才有一位举手吗？还有人有想要说什么的吗？好，那这是下个礼拜也是一个很棒，我们的这个协会的请关注我们我们不多说，因为大家肚子饿了所以欢迎下个礼拜我们一起来参与那谢谢可能有的人要上班没办法，没关系我们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其实也是全时间我们会有很多的时间，我们都会有，那你可以采取你适合的。好，那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下个礼拜一样9点50，礼拜39点50我们就上来运动好吗？好，我们有一个下礼拜的那个课程预告，有看到吗？9月1号，下礼拜很特别哦，我们是邀请了一个，牧师由你来介绍可能会更适合这个是我们手上我们的翻译机，在台湾翻译机第一个董事长郑正仁前董事长。那么他现在呢，他前董事长，那他现在做什么呢？那他现在做的事情更是能够掌握资源使你的生命是可以富足的好，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就准时上来好吗？好，上帝祝福大家。OK， 谢谢，拜拜，谢谢校长，谢谢大家，再见，谢谢大家，拜拜，上帝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平安，希望我们很快能够见面拜拜，再见，谢谢，祝福大家好好休息。
好好吃饭哦，很重要，对身体很重要。听说今天零确诊哎，我希望是这样哈，希望这个事情可以应验哈。好，那我们就很快就可以见面哈，也为那个学校开学哈，学校开学也是一件我们需要这个守望的哈。希望这样子这个美好的事情持续天天发生哦哈。好。还有我没有打招呼到的吗？你可以打开镜头哈。秀英，拜拜。谢谢。我们谢谢我们的好朋友，谢谢你们。那我们就吃饭喽，休息哟，好不好？好，上帝祝福大家，那就拜拜喽哈。好，拜拜，再见。